顶礼拜牧师甲咱讲的题目是啥？各位记无？哦，福杯满溢，就是上帝好，到伫咱的身躯都满出来，大家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甲查囝，所以咱甲这个福气要分予人，要互满出来。所以咱这手指外挂就是有福气的人，来大声甲唱出来。将咱人家拢讨放，因为伊的大疼痛，行过世间的苦难。你若伸手互伊牵，就有平安甲光芒。心意的就是有福气的人，一款机会。心内苦痛免轻松，心意的就是有福气的人，一番机会不通放。天主来面，享受快乐真是人。耶稣疼咱世间人，只将天理福气。心内苦痛变轻松，心意的就是有福气的人，一番机会不通放。天主来面，享受快乐一世人。感谢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大家开嘴来甲上帝感谢，主啊，你是。
福气的人。咱拢是有福气的人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咱咧常常伫上帝内底，甲上帝祈祷。咱上帝安怎教咱祈祷？用主祷文来祈祷。咱来做伙开声来祈祷。无管你是用台语、用国语、用啥物语，咱大家拢来用主祷文来开声。阮伫天里的咧，大声向上帝祈祷。你的旨意是像天里，阮的日是那是我，下面我的国父，亲像你下面国父的人，无你照阮的日是，就叫阮看你的海，因为国、权柄、荣光、都是所要带来无尽。咱拢会晓念对无？咱今嘛有唱的，我们唱国语的，我们把它唱出来，我们唱慢一点，一样来思想我们怎么跟上帝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，主啊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